大家好，我係 Kevin 邱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咧，位於我哋荃灣一個大型屋苑咧，御景新城，我哋有個租盤可以介紹俾大家。咁呢個咧就坐落喺我哋嘅第三期。第三期嘅單位咧，亦都會最近會所同埋泳池嗰邊嘅。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入到單位咧，右手邊就係個廚房 ，L 型設計嘅櫥櫃，收納量充足。行返出去客飯廳，飯廳望返過去內園，望到對面嘅樓景同埋少量嘅山景。飯廳嘅一邊呢，就有個對流窗，望返出去荃灣市。沿住走廊行入去，左手邊第一間睡房有個轉角形窗，望到山景。對面呢，就係個客廁，光廁設計，有浴缸。沿住口廊再行過去呢，就係第二間睡房，面積比第一間大啲，都係可以望到山景。走廊嘅盡頭呢，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入門口嘅右手邊呢，就係個主人套廁，都係光廁設計。主人房就有兩邊窗，一邊呢就望山景，另外一邊呢就望返荃灣市景。